主人兄弟大家平安，咱这时要来举行今早起的敬拜，请走乐。因着我落耶和华，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耶和华，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就你也用这来纪念阮。你用救恩临到阮，互阮看见你敬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咱这是要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咱来守新的诫命，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整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是咱要来强调说启应文。启应文伫新的14篇，新圣诗14篇，向咱做来起。上帝是咱都闪避避难所，咱的溃难。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虽然地大变动，山刷到海中，海水也用化好，山因为海中来摇拽。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声欢喜，就是至高上帝徛起圣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声一定会摇动。天不光，上帝就帮助伊，日邦化好，日国摇动。上帝出声，地就逍遥。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标伞，来看上帝的所做，看伊地上奇妙的作为。伊也一经站长枪，放火烧战车。伊有战车、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就知我是上帝。我哋来帮受尊重，
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好啊，上帝，主甲咱做伙，雅各上帝做咱的要塞。是请咱下头做伙来祈祷。天父是要上帝，其实阮真侪你子民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虽然疫情严重影响全世界，包括阮台湾，当阮因为疫情严重来不安的时，你互阮坚信你会掌权的主。由你用完全听，你去拄起阮囝兄，互阮刚强壮胆，阮要坚强坚信，一情生机完全在你。由你人民愿、社民愿，互阮在座反悔来到你面前，还是会当由你互疫情紧紧来离开去。但这一切拢是在你的旨意，由你使恩惠恩典互阮，互阮通谦卑来成全你至权的旨意。因为上帝，阮感谢你，伫阮软者、沉沦、忧伤、惊吓、变痛、灾难、犯罪时，互阮经历到你的权能，佮安置伫阮伫教会这只拯救的尊顶。互阮不安的灵魂，是来享受安息；虚弱的灵身躯得到恢复健康。阮感谢你，愿你的圣神保守阮，阮用感恩的心神来三扶持，用哀乐的心来完全信靠你。主，伫疫情这段时间，我们将教会的事工，甲阮一切需要，拢完全交托伫你的面前。将阮兄弟姊妹身躯、心灵健康，拢交托互你来保守。这时，我们将早起的敬拜、哀乐、敬拜，拢完全献上伫你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是咱要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有两位圣经，第一位是记载伫箴言17篇22节，咱做伙来读。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固达。第二位是雅各书1章29、30。我的兄弟啊，恁陷落伫侪样的试炼。就拢掠最欢喜，因为知人生的经验会生出吞论。以上愿咱听上帝的话，佮听伊的话的人，拢会当得到福气。就是要来请咱林牧师来讲道。今日主题是喜乐苦难中强大力量，请林牧师。阿姐，大家平安。伫圣经箴言17章第22节，安尼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固达。请问你有认同圣经这句话无？有一个故事，安尼来讲，有一个人，伊来去诊所遐看病，医生一面用这个电脑来调出伊的病历，目睭直直看，眼神非常的严肃，一面不断踮遐唉声吐气讲：“嗨呀嗨呀啦，惨啊惨啊，无救啊！
即声会死甲真歹看。即个人若听心内底若着惊，伊就想讲：哇，医生讲甲遮尔严重，我的病一定足重的，一定无救啊！我已经得要死啊啦！虽然后来即个医生甲伊安慰讲：啊，无要紧啦，你敢若是小感冒啦尔，哦，啊，食几工仔药啊就会好势。总是迄个人转去了后，逐工头壳咧想的，就是医生所讲的：嗨呀嗨呀，惨啊惨啊，无救啊！即声会死甲真歹看。结果饭食也食袂落，困也困袂去，药啊搁较无想要食，逐工忧忧闷闷，郁卒甲一直甲厝内底人交代：啊，我若死了后，安怎？啊，结果果然无到2礼拜，真正破病来死。举行告别式迄天，拄好迄个诊所的医生对因兜门口来经过，听见讲迄个人已经死啊！这个医生心内着惊，讲：啊，这个人敢毋是2、3礼拜前才来我的诊所来看病？啊，伊迄个时敢若是小发感冒那尔呢？啊，食几工仔药啊，就会好啊！啊，哪会就死啊？伊就问原因，有人就来甲伊讲：啊，迄个人伊迄天啊去诊所看病，医生讲伊的病足严重的啦，惨啊，害也无救啊，死甲足歹看。哇，转来果然是安尼。哦，迄个医生足牛的，足厉害。这个医生听了，面色青顺顺。伊即声较想着，迄个人迄天来伊的诊所看病的时阵，伊一面咧看即个病人的病历，一面咧看伊的股票，看到伊的股票一直落，伊就忍不住踮遐哀叫讲：嗨呀，惨啊，无救啊，会死甲真歹看。即个无救啊，会死甲真歹看，是指伊的股票。毋是指即个病人的病，啊，迄个病人敢若是小感冒，食几工药啊就会好。尚知伊误解即个医生的意思，就安尼郁卒来判病死，实在是真正冤枉啊！兄弟姊妹，咱的心灵甲咱的身躯有密不可分。你心内所想的，你的念头。你的想法对你的身躯影响真大，咱的心灵若是活泼，常常咧欢喜，生存的迄个意志力真旺盛，咱的身躯也会真健康，赢过遐个好药。这几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政府爱咱百姓尽量莫出去外面，甲人有接触。真侪人规工关伫厝内底，就咧看电视、咧看新闻，关心即个疫情的即个代志，结果还关出真侪忧郁症、恐慌症。兄弟姊妹，咱知咱台湾是一个民主真自由的国家，每一个人拢有伊讲话自由，伊要讲什么就是讲什么。想要讲啥，就安尼话就讲出来。什么人的声音较大声，敢若就是足有影响力一样。结果真侪情绪性的讲话，无有建设性的讲话，乌白批评、乌白骂，负面的观点一大堆，不断的煽动咱的情绪，互人心惊。真惊！这个时，牧师阁想到一个故事。在中世纪有一个城，迄个城市拄好在爆发瘟疫的时，有一个人对迄座城出来外地要做生意。伊伫路上拄着死神，这个死神甲伊讲，要去到迄个城市来取500条的灵魂。结果，迄
场的瘟疫，互迄个城市拢总是5万外人。瘟疫结束了后，迄个人生理嘛拄好做了，伊就搁倒转去，伫路上搁拄着迄个死神，哇！伊就真生气，来问质问迄个死神：啊，你毋是讲你今仔要处500条的灵魂，啊，sao那死甲5万几个人？即个死神足无辜的，伊讲：啊，我死伫瘟疫中。啊，就真正是惊那500人尔，其他的拢是惊死，只有家己惊死，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哦。亲爱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家己惊家己。伫即个艰难的时阵，面对咱头前未知的道路，咱一定爱会记哩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上帝有应允咱讲：我敢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大，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打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嘛，甲咱讲，因为上帝赏赐予咱的，毋是软正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听这，咱的心一定爱扎根伫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心灵就爱刚强壮大起来，才会当用信心、用望、用听来突破咱眼前的困境。为咱的人生，为咱的台湾来创造出一个水个好新的光景。兄弟姊妹，上帝真知影咱这个人，咱人的本质是迄个土粉做的，是真软正、真软弱、真容易受惊吓。所以伫圣经的中间。上帝一直在安慰咱、鼓励咱讲：毋免惊，毋免惊。你兼知，伫咱这本的圣经的内面，上帝甲咱讲，爱咱毋免惊，拢总讲几届咧。有人统计起来，有365届。咱一年有365天。伫圣经的内面，上帝甲咱讲365届的毋免惊，这个意思就是上帝365天，逐工拢在保守、在看顾、在照顾伊的百姓。诗篇121篇第5到第8节安尼讲。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印影，日是太阳无伤你，暝是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厄，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兄弟，当咱软弱软正的心，搁一摆受到惊吓的时阵，请你一定爱紧将这段圣经摕出来，画互熟悉，咱的心就扎根伫个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心无摇动。常常来思想，你的上帝敢有难成的事吗？安尼，咱的灵就会欢喜笑。所以，亲爱兄弟，请你着对逐工咧看负面新闻的这个时间，来摕来转转到你来读上帝的话语。
咱就用上帝的话来培养咱内面的灵。咱内面的灵需要有好的装备，你爱嚼吧，灵爱嚼吧。咱的灵有上帝通挖去，心就袂彷徨，自然就会刚强壮大。内在的心灵有好的装备，才有法度来面对外口的风风雨雨。求上帝帮助咱，首先，互咱的心灵，因为有上帝的话甲咱伫地，上帝挂保证的同在，咱会当欢喜。欢喜的心非常重要。箴言17章22节，甲咱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福骨孤达。这句话伫医学界已经得到证明。心若安静安定，迄个欢喜，定定欢喜的时，其实比迄个辉瑞啦、莫德纳啦、AZ 啦，这个疫苗更较好。咱的心若是规天咧烦恼、咧担心、咧操烦不安，内底就会郁卒，结开完，无病嘛会判病。因为当咱的心烦恼，你的心情无好，忧头决面，咱身躯内底的免疫能力就会出问题。这个免疫能力、免疫系统是上帝放伫咱的身躯内底，是要来帮助咱会当修复遐个受伤的细胞。啊，咱的免疫系统若一直降，无法度来修补咱的细胞，人就容易出问题、判病。根据医学的研究，真侪癌症的发生，正是迄个人想伤济、操烦过济、烦恼伤济、郁卒来致到伊的免疫系统出问题，结果歹的即个霾菌入来的时阵，无法度用好的甲伊赶出去，身躯就受到真大的亏损。咱来想看觅，请问你的烦恼、你的担心、你的操烦，会当改变什么吗？会当改变环境吗？会当改变你所拄着的代志吗？当你在担心这个疫情的时，当你在惊吓这个疫情的时，难道不如来学习，更较专心来挖靠上帝，对上帝遐来的安定者，对上帝遐互你的喜乐的心，用这来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当咱有勇健健康的这个身躯，就有法度赢过这个病毒的威胁。求上帝帮助咱，喜乐欢喜的心是好药，有欢喜的心，才有法度来面对，并且赢过环境的艰难。兄弟姊妹，喜乐是消除忧虑，消除忧虑，帮助咱伫苦难中、甲困迫的中间，得胜的强大力量。点菜有人会讲：啊，我嘛就想要欢喜啊，我嘛就想要快乐啊，啊，我嘛无想要烦恼遐尼济，啊，毋过我就欢喜袂起来，安尼要安怎？牧师伫遮来问，请问大家，你认为这个快乐甲喜乐，这喜乐台湾话叫做欢喜，有什么款差别呢？请问对你个人来讲，快乐是什么？这个欢喜又是什么？快乐甲这个喜乐的差别。一般来讲，这个快乐
较偏向之外面甲迄个物质界会接触。譬如讲咱的目睭看到真水的物，鼻孔闻到足香的味，耳孔听起美好的音乐声音，喙去食到足好食的料理，身躯遐个摸到的物，感觉真快乐的时，才会感官五官受到刺激，互你感觉真享受，你的心就会感觉真欢喜。所以这个快乐一般来讲较偏向外面环境，甲咱五官的这个刺，互咱五官的刺激，互咱来产生迄个欢喜的情绪。总是若是喜乐咧，就较偏向对迄个内心发出的。这个喜乐欢喜，迄个重点是你的选择，是你来选择欢喜，毋是环境。也就是讲，虽然现在你外在的环境实在是足无好势、足毋好的，也毋过，当你决定你要选择欢喜的时，你就会当拥有这个欢喜。譬如伫圣经的中间，《使徒行传》16章，伫遮有记载，这个保罗加这个希腊，伫个菲律宾传福音的时阵，伊因为替一个互鬼附身的查某囝来赶鬼，结果互迄个查某囝的主人足生气的，安尼真粗鲁，用棍仔甲伊讲甲伊拍。哇！伊毋若去互棍仔讲去互拍，抑搁安怎？佮甲伊抓去监狱内底，甲伊关起来。哇！手镣、骹扣，安尼一项拢无减。当刑犯来伺候，哪会安尼咧？保罗甲西拉，因是咧做好事呢，咧帮助人呢，哪会受到即款遮尔无好的即个款待？家家的环境咁好势，相信大家一定无想要去住伫迄种环境。总是保罗甲西拉伫关伫咧迄个监狱内底的时阵，因选择无要用即个环境伫遮来屈服，因选择因要欢喜，因要靠主来欢喜，所以因就伫监狱内底大声来唱歌来阿乐上帝，唱甲足大声的。兄弟姊妹，当你选择要欢喜的时，就无有人会用夺走你的欢喜。所以，咱伫遮看见快乐较偏向迄个肉体、五官、物质的感受，一个欢喜喜乐。却是一种心灵的状况，只有心灵刚强的人，才会当伫无论什么款的环境中，拢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我要用欢喜的心来面对我所有的环境。安尼，什么款的人会当心灵安尼刚强甲？无论伫什么环境，拢会当保持这种的欢喜咧。答案就是用上帝做伊欢喜的人，用上帝做伊的欢喜的人。咱来看先知哈巴谷，当伊面对着伊的国家，迄个是拄着真恐怖可怕的战争。所带来迄个社会真严重的损失，你看伊的状况安怎？伫这哈巴谷书内底第3章，伊安尼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芽，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仓房无出五谷，调内无半只羊。调来也无牛，哇！这个状况有凄惨无？这么凄惨的
环境，总是先知安怎讲？伊讲：我要求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兄弟姊妹，咱搁来看一解这段经文。伫哈巴谷伊的光景是无花果树无发芽，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葱园无出五谷，调来无半只牛，调来也无牛。请问你的状况敢有比哈巴谷先知搁较惨咧？先知伫即种的状况的下面，伊还阁会当讲：我还阁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安尼，请问为什么你比伊有搁较济，总是你欢喜袂起来，你无法度来快乐咧？因为你无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有上帝帮助咱。无论伫什么状况的下面，拢会当因为上帝救恩来欢喜快乐。咱搁来看，当主耶稣伊要行迄条十字架道路的时阵，伫个约翰福音16章第22节，伊安尼甲伊的学生讲，总是我要搁见着恁，就恁的心要欢喜。个恁的欢喜，无人甲恁抢去。一个无人会当抢去的喜乐，连撒旦也无法度甲你抢去的喜乐是啥物呢？就是上帝对咱迄个无法度挡袂牢的疼。上帝对咱迄个挡袂牢的疼。咱因为上帝疼所得到的欢喜，也阁有耶稣基督为着咱已经完成的救恩，一个欢喜是无法度夺去的。也阁有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咱经历着顶头生的欢喜，咱加做上帝儿女的欢喜。这个欢喜也是连撒旦拢无法度甲咱夺去，也阁有哦，就是咱的名已经记录伫个生命册的顶面，迄个灵魂的平安喜乐、永生的欢喜，这个嘛是撒旦无法度甲咱夺去的。兄弟姊妹，这的喜乐，拄啊无师所讲的这的，你是毋是甲领受着？经验着咧，这个欢喜，拢袂因为这个环境怎样来变化、来改变。因为这个是咱伫上帝内面，上帝已经予咱的产业，什么人嘛无法度甲你夺走，什么人嘛无法度甲你偷摕去。咱伫主的内面有永生。这是真正通欢喜的，亲爱兄弟，上帝已经将真正的欢喜赏赐予咱，已经存在伫你的灵的内面，遐个拢已经存伫你的灵的内底，总是非常可惜的事。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无清无楚，唔知影要怎样来拍开伊内面迄个灵，迄个开关，亲像你咧拍开电火，你的开关，你的灵内底嘛有一个开关哦，袂晓拍开，就无法度互内面上帝已经存伫你灵内底的迄个欢喜来开去清出来。真侪基督徒的生命无有欢喜。直到明明单他拄啊，较参加一场，哎哟，真受激励、真受感动的这个礼拜，哇，听迄个牧师讲甲足好的，讲甲真感动。结果咧，当去到厝的时，哇，看到家己厝内底，哇，遐囡仔玩具一大堆，弄甲乱糟糟，拢无
休息，拢无精力，踮遐咧耍电动玩具，哇，迄个火气就马上逼出来，然后开始大声细声骂出来。啊，妈妈会佫开始后悔，哎哟，我实在足无荣耀上帝。兄弟姊妹，咱要怎样常常来保持这个欢喜呢？其实有几个方法，咱会用来试看卖。第一个，咱就爱常常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常常来思想上帝话语。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保罗甲咱讲：既若是真实的，既若是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气的，既若通听的，既若有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若有啥物恶乐，才会忍着少年，才会忍着少年。圣经伫遮甲咱讲的这个话，是爱咱去思想好的代志，莫定定去想遐个负面的、无好的代志。当咱来改变咱的想法，咱知影一项事拢有几啊种的这个角度通啊来看，每一个角度其实拢有伊无共款的水。为什么咱拢爱看迄个无好的，看迄个负面的结果互家己的心更加真烦恼、真担心。咱来找出值得感恩的理由，你就有法度欢喜了。前几工伫咧咱的赖的顶面我有看到杨传道甲咱传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就是我感恩吉米的逆向思考，我感恩吉米的逆向思考。这影片无输不了爱看，伫遮小可分享几个。伊遮内底有讲到几个讲每一暗，甲我伫抢棉被的迄个恁翁还是恁某有人甲你抢棉被啦，迄就表示伊毋是甲其他的人伫遐咧做伙。咱兜啦，若是有踮咧遐看电视无要去洗碗青少年，你嘛爱感恩呢，因为迄表示恁囝有乖乖伫咧厝诶，毋是出去外口甲人咧飙车踮咧流浪伫咧外口咧甲人黑白来。有讲着讲啥？我会当缴税，迄爱感恩呢，因为表示我有工课通做。我的衫哪青哪红，嘛爱感恩呢。迄是因为我逐工拢食甲真好，所以会哪来哪大箍。佫有讲着讲啥？咱新闻内底有听到各种对政府不满的这迄个埋怨的话，其实嘛爱感恩呢，因为迄表示咱有言论自由。若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好大讲一句，伊若无爱听，就甲你关在内底，关啊，互你生杀母。所以求主帮助咱拢会用伫咧真济方面找出值得感恩的代志。其实还佫有一寡啦，剩呢，互恁家己去看，因为迄表示咱拢有目睭通看，咱有头壳会用思想，嘛是爱感恩。所以第一个，咱会当常常思想上帝话语，迄个好的。迄个公义的，咱就爱常常来孝念，来感谢。第二，咱会用做就是啥？就是选择，下定决心，无论这个环境怎样，我拢要选择欢喜。兄弟姊妹，
会当选择是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咱就爱选择正确的、好的，咱爱选择欢喜。请问苹果面甲苦瓜面，你选择爱甲对一种人斗阵做伙呢？咱的心是毋是要欢喜，还是要忧头甲面？迄是在伫你的选择。欢喜是一种选择。雅各书第1章第2甲第3节安尼讲：我的兄弟啊，恁含落伫济济试炼，就拢掠做欢喜，因为知恁性的经验会生出吞论。而且雅各所甲伊讲话迄个对象，其实毋是一般普通的人，是啥？是针对基督徒来讲的。一般真侪人拄着试炼，拄着恶伫担当的代志，伊就选择走，放弃，无想要面对，闪避起来，做缩头乌龟。掠做时间过去啊，自然代志自然就会好。总是雅各伫遮甲咱基督徒讲基督徒啊，恁若是伫咧即个试炼、济试炼的中间，拢爱将这掠做大欢喜，掠做欢喜。为什么呢？为什么咱基督徒拄着遮个试炼，也爱欢喜呢？因为试炼是要互咱伫各方面拢成长，佮成长，突破佮突破。譬如讲，拄着试炼的时阵，来帮助咱，来塑造咱的品格，互咱的品格会当更较合上帝心意。譬如讲，伫试炼中操练咱的忍耐，哇！吞忍要安怎吞忍？操练咱会当更较有疼心，更较有信心。哇！当咱伫咧职场，也是伫咧厝内底，有人安尼，互你感觉真踢脚疼的时阵，哇，拢是咧操练你忍耐、疼心、信心的时刻。抑阁有啥？操练帮助咱来学习。更较需要专业能力，你会卡住，你就要突破，你的专业就会进步，来提升咱家己的 CP 值，才会素养会养成，是需要你的心，是欢喜的心来做肥料，才有法度培养出来。因为当咱有欢喜的心来面对的时阵，你才会心平静气，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代志，用安稳的心来处理代志。当你咧埋怨、咧生气、咧骂、咧愤怒的时阵，才会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颠倒互一丝丝小可问题，变做大问题，大问题煞变做无法度收拾。兄弟姊妹，请你用欢喜的心来面对，缩短你受试炼的时间。你选择欢喜，你会使选择欢喜。咱嘛只有选择欢喜，才会当帮助咱伫安静的中间看清楚问题，然后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三，咱来思考，就是咱就爱挖靠迄个加互咱快乐的主耶稣，常常家己爱勉励家己，我就来启动我内心迄个喜乐的泉源。兄弟姊妹，他拄仔无师父讲，伫咱的心灵内底有一个开关，迄个开关
只有你家己会当家拍开。伫个约翰福音第7章38节，主耶稣又安尼讲：信我的人要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来。这个活水的溪就是圣神的充满，圣神充满，互咱欢喜笑，互咱心有满足。总是你知影，迄个开关是伫你的手中，你爱家己叮当一下来拍开。所以兄弟，咱就来学习伫个使徒行传16章所记载，这个保罗甲西拉，当因伫个迄个艰难的环境，迄个真无好的感觉内底，总是因幽怨选择，因要安那拍开心内喜乐的泉源，要来唱歌，要来学乐上帝。当迄个开关甲启动拍开，咱的灵开始唱出喜乐圣神的充满伫你的心中，上帝就开始叮当，开始做工，上帝就拍开家乐的门。哇！毋那因的手口骹口得到拍开，人的心嘛得到拍开。哇！迄个圣神的充满，迄个欢喜，迄个喜乐，主论侪人孤单心灵。咱知影菲律宾教会伊的设立，就是伫迄届保罗坐监了后，有侪人欢喜来讲：哇，这是什么款的信仰？恁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互你会当伫这无好的环境，伫这来做出这么好的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你欢喜的时阵，别人对你的批评、对你的攻击，都无遐尼重的伤害力啊啦。当主的欢喜加做你的力量的时，你就赢过困境的勇气甲迄个能力。欢喜会互咱的心柔软，咱学习放手，谦卑心灵讲，真侪代志毋是伫咱的掌握中，咱只有尽力来做。上帝做主，上帝掌管，相信上帝来按照伊美好的旨意来成就一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欢喜，当你拄着困境的时，就敢若无遐尼歹过啊。总结来讲，咱要怎样培养欢喜，成做咱伫苦难中强大的力量呢？他拄仔讲，第一，常常笑念上帝的话，扎根伫个上帝话语中；第二，下定决心，无管环境如何，我拢要选择要欢喜；第三，咱就爱倚靠迄个加互咱气力的主耶稣，不断鼓励家己，你爱自我鼓励哦，鼓励家己，我要开导、启发咱心内底迄个灵、迄个喜乐、欢喜的泉源。当咱愿意安尼做，你要听见主耶稣甲你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也。上帝恩典够也咱用，伊必定要带领咱行过生命的旷野、崎崎岖岖的路。上帝要甲咱呵护平，伊要赐予咱老年甲日丰盛人生的喜乐满足。感谢主，这时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予阮有救恩，赏赐予阮有真正的欢喜。主你所赐予阮的欢喜，是人无法度夺走的，连撒旦
也无法度将这个欢喜来夺走。主啊，愿要遵照你所教示，互阮的欢喜通得到满足。阮也要加做你福音的器具，行出去，用阮喜乐的心来见证宣扬主你的好名声，引带人来归恩你，归恩你。感谢主，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真感谢尼罗斯用喜乐苦难中强大力量来勉励咱。喜乐的心是良药，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会互骨孤大。弟兄姊妹，伫这段疫情艰难的时阵，咱的心的确着爱求主保守咱，互咱的心保持欢喜。诗歌回应。新圣诗584，旧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
奉献的精神，请咱用画布的方式来画布。报告的事项，请咱继续为连招姐甲幼中身躯复健来祈祷，求主帮咱紧紧学会健康。这时间要来祝生日快乐。6月6日来，曾心怡，还有没有蔡慧婷、高小姐、蔡慧珍咱来祝生日快乐。倒时间，请林牧师。咱三家为了咱所关心的一切来伫主的施恩宝座前来代祷。天父，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将你的救恩赏赐伫阮世间人。愿伫你的内面，主阮有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疼痛，甲阮三甲伫地。主你必定要引带、要看顾、要保守阮，度过一切的难关。毋那安尼，阁要得胜有存。伫我对着的面前，你要为阮摆设恩赦。主，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阮要将阮所关心的全世界以及台湾的疫情，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帮助阮，伫这个疫情的时，阮会当反省阮家己，伫你的面前有济济得罪主你的所在。求主怜悯，求主来赦免，互阮重新搁一届回归到伫主你的面前，重新来领受主你的大恩典伫阮的心上，帮助阮伫这个疫情的期间，阮伫咧厝的济济兄弟姊妹，会当甲阮的囝儿媳妇，拢会用起做好的亲子关系、夫妇的关系。伫阮平常无闲的时阵，主阮也真侪忽略，也求主帮助阮。伫这个时，阮要开始来起做好的婚姻的关系。求主教阮三甲伫地，互阮伫这个需要跳开的时阵，阮要重新起做主你爱阮所有的逐样好的代志。阮满心感谢你。阮也要求你来帮咱看顾阮的这个连招姐以及幼中兄，互因紧紧来恢复因的身躯，也求主保守阮兄弟姊妹出入拢总有平安伫咧各方面，主你拢加添恩典，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伫经济无欠缺，互阮的心常常欢喜。跟对主的脚步，互阮伫信仰搁一届定根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但阮也为着济济出外伫外国的兄弟姊妹，也求主保守因拢总有平安。阮将这一切交托伫主的面前，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对家报告部分议定奉献，这边也有感谢奉献，因历史这1000，建宏1000，建成奉献，这后有母亲节奉献，还佫有迄个
就一人吼要总统嘛，吼感谢因啦吼，佫有奉迄个建堂奉献有一人来替咱教会奉献，真感谢因这是咱来吟上行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有一年了。就是请林牧师来祝祷。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恩恁的旨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之地，对这世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礼场礼拜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咱续来时间，咱的心灵拢有主看顾保守，咱平安。